乳癌嘅分期同存活率係有密切嘅關係，佢可以幫助到醫生同埋病人評估病情嘅預後，同埋選擇最佳嘅治療方案。所以病人喺確診乳癌之後，醫生就會根據病人嘅狀況安排臨床同埋造影嘅檢查，例如超聲波、乳房造影、電腦掃描或者靜電子掃描等，以了解腫瘤嘅體積同埋轉移嘅範圍。目前香港主要係按照美國癌症聯會委員會 AJCC 嘅乳癌分期系統，以 T、N、M， 即係腫瘤大細同埋侵犯嘅程度、淋巴結轉移嘅數目同埋有冇遠端嘅器官轉移嚟為乳癌分0到4期。0期即係原位癌，癌細胞只係局限喺乳腺管裡面。當癌細胞已經超出咗乳腺管，但係腫瘤嘅體積細過2公分，或者冇腋下淋巴結嘅轉移，或者僅有淋巴結顯微嘅轉移，就屬於第1期。如果腫瘤大細喺2至5公分之間，或者腫瘤細過2公分，但係有1至3粒腋下淋巴結嘅轉移，就屬於第2期啦。如果腫瘤大過5公分，或者有胸壁或者乳房皮膚嘅浸潤，或者區域性嘅淋巴結轉移，例如4粒或者以上嘅腋下淋巴結受到影響，或者鎖骨上下或者內乳淋巴結轉移，就屬於第3期。當癌細胞出現咗遠端嘅轉移，例如骨骼、肝、肺、腦，就屬於第4期。一般嚟講，腫瘤嘅體積越細，越少淋巴結轉移，存活率就越高。除咗 TNM， 越嚟越多嘅數據都顯示，腫瘤嘅生物學特性都同存活率有緊密嘅關係，對治療安排更加有指標性嘅作用。所以醫生都會根據癌細胞上面嘅 ER、PR、HER2， 將乳癌分做4類生物學亞型，包括管腔 A 型、管腔 B 型、HER2 陽性同埋3陰性。所以 AJCC 嘅第8版就加入咗預後分期，包括生物學特性 grading， 並視乎情況考慮埋基因組嘅特性，以更加準確咁掌握患者嘅病情，為患者制定最合適嘅治療方案。例如腫瘤係大過5公分，有淋巴結嘅轉移，本來係屬於第3期嘅乳癌患者，但係如果佢哋嘅 ER 同埋 HER2 都係陽性，而又有接受相應嘅治療，佢哋嘅預後期數就會由第3期降低至第2期。有咗呢啲資訊，醫生就可以為病人制定最合適嘅方案，提高治療效果。請支持香港乳癌基金會。